伫台中的五车有一个姓陈的男性，伊涉嫌伫昨日暝时用这个草卡啊去卡歹6台汽车，甲1台奥多麦。警方是以公共危险甲毁损罪来甲上班。这附近的居民今嘛是表示讲，伊已经毋是第一摆出来闹啊，所以大家拢真烦恼。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去互警方调查，规个过程拢唔配合，身躯顶阁超出一支草架啊，警方随即甲伊逮捕。这个是我这不查而已。不查嘛？你带这个东西干嘛？你不查带这个东西干嘛？去互伊破坏车辆，毋是玻璃破去，就是钣金落凹。警方伫白半暝接到报案，讲五车中央路附近有一个查甫人对沿路的车辆来破坏。警方到场来调查，有6架汽车甲1只奥多麦受到毁损。讯后将这个查甫人依照公共危险甲毁损的罪嫌上班。全案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并以有违反复实施之余，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。监视器的画面内底翕甲真清楚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摕物件咧攻击车辆。居民表示，这个查甫人若像伫咧真济同情，因为含处理真财产失败了后，就一直咧惹代志，甚至半暝啊，佮制造噪音，互居民是真困扰。报案真济间嘛拢无法度彻底解决。他故意就是骑摩托车在制造噪音啦，在这里恐吓人的家啦，故意的，也长时间了，快1年了。检察官有申请羁押，然后到羁押庭，法官要他交保。那因为他没有钱交保，就只有这样限制他住居，又让他回来了。那这样不是又让这些里民更害怕吗？当地里长表示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出入警察局真济摆啊，而且佫有毒品的前科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斗解决，互居民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